男子4乘54式接力，5線240，6線280，3線200。5線第一棒葉浩強，6線第一棒林海潮，3線第一棒單錦志，356，3線200，5線240，6線280，哇差唔多喎頭一棒。哇單錦志 OK 喎，不負眾望啊！暫時領先240，強哥3線單錦志。嗰邊6線，以為係35，暫時領先。53、536，好5線到邊，37秒6，哇好快喎！6線39秒08，嗰邊蛙式係峰哥，呢邊蛙式係梁晨，峰哥鬥梁晨。呢排甩開啦，嗰邊上翻嚟喎。嗰邊288好似係邊個啊？等 Sir， 等 Sir 上翻嚟啦。536、536、563，等 Sir 追翻上嚟啦。哇，37秒半喎，葉浩強，好快喎。好，峰哥1分13秒68， 11368， 11368。呢邊係邊個咧？康文。Wingo 落水。1分23秒19，康文鬥 Wingo， 差唔多兩個應該，我盡量影晒佢。嗰邊288係邊個咧？唔記得咗。波哥好似係 Wingo 鬥波哥喎。240， 1分50秒9，呢邊 Wingo 鬥波哥。最後落水呢個係邊個咧？唔記得咗，影唔到啦。睇下博士落水啦，2分20.064。呢邊着個吳志敏啊，冇得玩啦。吳志敏，好2分20秒60，呢邊288上邊就係呢個最後嗰棒邊個？我唔記得咗啦。添哥好似係，呢邊最後係博士，影埋佢啦。好，影晒3組。好，睇時間。